Hello 小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小腦袋大問號，看圖說故事。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看，這張圖片裏面藏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呢？準備好了嗎？我們要開始了，請你睜大眼睛，仔細看一看第一張圖片。給你一點時間，慢慢地、仔細地看一看。好，第一個問題，圖片裏的小朋友在哪裏玩？你看到了什麼遊樂設施？第二個問題，小朋友們在玩什麼遊戲呢？你玩過滑梯嗎？第三個問題，玩滑梯的時候要注意什麼才安全呢？要排隊嗎？要怎麼玩？家長小紙條：觀察不需要完美答案。孩子能指出一個小朋友滑滑梯是紅色的，就已經是成功的觀察練習。再加延伸活動，帶孩子去公園，給他一個觀察任務，看看公園裏有幾多個滑梯，有幾種顏色的遊樂設施。回家後用畫圖畫的或說的分享。SEN友善小提醒：自閉症小朋友先給觀察清單，用圖卡列出要看的項目，降低不確定性。ADHD 小朋友讓孩子邊跑邊掃，用身體記憶輔助觀察。我們相信每個小腦袋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。今天的小腦袋大問號，看圖說故事時間就要結束咯。每週更新，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。跟老師說再見，我們下次見。Bye bye world.